一片云，飞到天西边。日头落山的黄昏，亲像阮的心情。 一游一船，每夜做梦梦见，亲像伊伫阮身边，为着要去，只有梦中去。 阿梅姐，老师好。阿梅姐，哦，原来今天是感冒是不是？哦 ，OK， 因为你的假音有点收回去了，转到假音的地方，哎，音量突然变小了，好，然后那个红吹两边的红吹都，有时候就会这样，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有一个地方会熊熊忘记，然后两次都忘记，就是忘记那个红吹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不是一片空白？到底是什么几组又几针这样？好，我觉得这个。 难免啊，可是因为毕竟是比赛嘛，哦，这个东西还是算是一个失误。然后，请求一提问新兵那个兵的第一次的音准，就是觉得你很吃力的没有上去，有点可惜啦，哦，但还是很厉害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好。我觉得哦，站在卫冕者这个位置哦，我会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，这个卫冕者是一个礼拜都不能休息的呢。 每个礼拜都不能休息的呢，这个过程又可能要长达数个月，这个几个月怎么可能不感冒？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到说，卫冕者遇到感冒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表现给我看的？我觉得你今天有让我感觉到感动，谢谢老师。因为刚好这首歌刚好叫心情。你知道心情哦，在一个飘荡的时候、稳住的时候，反而更容易让他看到说你是靠哪一个点稳住的啊？我觉得今天这歌有2句的地方，你永远会记住这首歌啊。但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哦，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，因为这个心脏要很强呢。今天很厉害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